安静心来陪伴今仔日的礼拜，请照教。上主是我的牧者，我无欠半项。伊互我倒伫青翠的草坡，带我到清净的水边。敬拜俄罗，且敬拜团。各位兄弟姊妹平安，请咱起来俄勒咱的上帝。咱拍手来俄勒咱的上帝。 大山小山拢要来学乐，另外七星拢要来学乐，大海甲溪水做伙学乐也好看。大山小山拢要来学乐，另外七星拢要来学乐，万民要唱歌，做伙学乐也好看。 咱要来学乐，咱的上帝。大山小山拢要来学乐，水池拢要来学乐，大海甲溪水做伙学乐也好看。大山小山拢要来学乐。 另外七星拢要来学乐，万民要唱歌，做伙学乐也好看。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唱歌，哈利路亚，我跳舞，哈利路亚，我要大声欢喜学乐，哈利路亚，我
唱歌，哈利路亚，我跳舞，哈利路亚，我要大声欢喜乐乐，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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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我要专心专意来爱主，我要专心专意来爱主。我要专心专心献给主，我的每一日充满喜乐的时光。我要专心专意敬拜主，我要欢喜欢喜而乐主，我的每一日充满喜乐的时光。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唱歌。哈利路亚，我跳舞，哈利路亚，我要大声欢喜而乐。哈利路亚，我唱歌，哈利路亚，我跳舞，哈利路亚，我要大声欢喜而乐。大声来后叫，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跳舞。哈利路亚，我跳舞，哈利路亚，我要大声欢喜而乐。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唱歌，哈利路亚，我跳舞，哈利路亚，我要大声欢喜而乐。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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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将一切音乐拢献给咱的主。请坐。银光。咱拿起咱的双手来和咱的上帝，阳光阳光，阳光阳光阳光是阳光。多多伊有阳光，多多伊有阳光，尊贵看的乐乐，地宝座的上帝有个来见，来见，咱这下来乐乐，地宝座的。阳光，阳光，阳光是阳光，阳光，阳光，阳光是主啊，多多你有阳光，多多伊有阳光，尊贵看的乐乐，地宝
不测的年有多多有根，多多一无言根，尊贵看的乐乐的不测的兄弟有个来的白衣，咱这下来了的不测的，我要乐你性命。我要乐你性命，哦主，乐你性命，哦主，因为你性命只观看的乐，咱们来乐咱的主。我要乐你性命，哦主，乐你性命，哦主，因为你性命只观看的乐，我要荣耀你性命。我要荣耀你性命，哦主，荣耀你性命，哦主，因为你性命只观看的乐，我要荣耀你性命，哦主，荣耀你性命，哦主，因为你性命只观看的乐，咱三甲阿头来祈祷，咱开嘴向咱的主来祈祷。请咱做伙来回想，今年你有拄到什么代志？你有什么想要甲主讲的？咱用感恩的心，感谢咱的主，互咱会当过平平安安的，要过一个新年。请咱开咱的嘴来祈祷。亲爱的主耶稣，我很感谢你，在这圣诞节你差派你的独生囝来到这个世间，显明你的旨意。照圣经的话语，让咱知阮要安怎来遵照你的旨意来活，为你透过耶稣基督，伊的疼，伊生伊的宝血，互咱会当甲上帝搁好。今仔日咱用感恩的心，伫个面前献上咱的感谢。安尼祈祷，拢是奉主基督的性命，阿门。咱过来唱一届。我要荣耀你性命，哦主，荣耀你性命，哦主，因为你性命只观看你。
的性命，我要学了你性命。哦，主，领要你性命。哦，主，因为你性命只观看，豆豆有眼光。豆豆已无眼光，尊贵看的何乐，地不着地兄弟有个来给，来给，咱这下来何乐，地不着地有个豆豆来。无眼光，尊贵看的乐乐，黑不着的兄弟有个来给，来给，咱这下来乐乐，地不着的有个。咱三甲来吟诗第25首。奇妙性命，至善搁美丽。会将正起立，吟全首。
咱请有员讲徛咧，用书读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自在。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了玛利亚出世，伫本州比拉多林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 对世人中各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父上帝大名，约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的赦免，肉体各活，永远的活命。阿免，请坐。 来看今仔日的启应文第9篇，上诗也是诗篇24篇。地甲地上的万物拢属上主。伊予地囥伫大海的顶面，谁人会当？ 像上主的山，就是手清气、心纯洁。这款人会受上主祝福。这款人追求上主。城门啊，着拍开。 应邀的君王要入来，这位应邀的君王是甚物人？伊是百战百胜的上主。城门啊，着拍开。应邀的君王要入来，这位应邀的君王是甚物人？伊是应邀的君王。 咱三甲额头来祈祷，主边听阮的天父上帝，我满心感谢阿罗你，因为你属下耶稣基督正做阮的救主，借着基督的救赎，定死伫十字架顶，流出宝血，担当阮的罪过，搁互阮活命甲圣神，互阮会当坦然无惊吓来到你施恩宝座前。 主，阮感谢你，你是阮的拯救，阮的牧者，阮的气力，阁是阮极时的帮助。主，你设立属于你这个属灵的大家庭——桃园教会，正做你重要的器皿，福音的出口，保守牧者，甲正忠直同工，兄弟姊妹拢会当忠心徛稳伫主的话语，带领。 羊群进入教会，正做正圣道的模范。求主你保守你的子民脱离这个世界的邪恶甲诱惑，求圣神开阔伊属灵的目睭，会当看见上帝的事。今仔日借着陈牧师的信息的头棒，用油抹伊的喙，阁互伊有属灵的智慧的圣神同在，互阮会当来学习。 行公义、好怜悯的功课，公义心被拍破，甚至互你来过旧换新，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愿你的国降临伫台湾，
愿你来将王权坐台位，拯救台湾每一个失丧的灵魂。互万百是因为你会当得到真真正正的平安佮福气，无佮沉沦伫罪恶的捆绑，祝福阮一个良善的社会环境、安定的政治佮经济。若是合着主你旨意的，求主你来成全；若是出伫迄个歹的，求主你来主动看顾。愿咱的感谢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得胜的名，阿免。三甲来看上帝的话，《路加福音》第2章第1节到14节。奉主的名，当迄时，该撒阿古斯都有出调，命令天的拢做加价。这头一摆的加价，是古利纽做叙利亚总督的时来做。正人去做加价，逐人转去本城，约束的细细属伫大毕的家，所以对加利利的拿撒勒城，上到犹太，到大毕的城，名叫伯利恒的，要甲伊所评定的玛利亚三甲做加价。迄时，玛利亚已经有身孕。因伫遐的时生产的期到，就生头囝用布包伊，互伊困伫槽里，因为客馆无所在，通用温因。第8节，迄地方有各样的，住伫山里，眠是守经过因的羊群，主的天使。徛伫因的身边，主的阳光微雷照因，各样的大惊。天使甲因讲，无得惊，因为我报恁大欢喜的好消息，互万百姓拢有份。因为今仔日伫大必的城，已经为着恁生一个拯救者，就是主基督。恁要看见一个婴仔用布包困伫槽内。这个就是互恁做记号。忽然有济济的天兵，甲迄个天使三甲伫遐懊恼上帝讲：伫极悬的位，阳光归伫上帝，地上和平归伫伊所欢喜的人的中间。愿主祝福听伊话搁去行的人，赞美。今日中集要为咱学乐的诗歌是。常常喜乐。
正道，今日陈牧师要甲咱传讲的信息是来看马祖里的婴仔。咱所敬听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差不多有4年的中间，耿志牧师伫这个所在来牧会，当这个时阵，伊有要离开，伊要去到迄个新的教会。这个时阵，迄个牧师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啦吼，暂时无法度先离开，所以耿志牧师暂时还阁伫遮住吼。所以中会有派我来伫这个或者看守时期啦吼，来做小会长会使无？袂使嘛，袂使。真少年大家同教会不是伫真侪所在场合会当相见面愿上帝祝福，愿有真好的这个新的这个牧师来带领咱头前来跑走今早起的礼拜，算讲即个2020年中间落尾煞尾的一个主日，我继续用这个有关圣诞节的信息，甲咱三个来勉励这个经文大家拢对这个细汉时阵拢真熟总是愈熟的经文，互咱有真好的这个思考。我想基本的伫这个所在三个问题，要甲大家来思考。头前就是讲，耶稣出生伫这个早年，然后这天使就讲，这要成做一个记号，这到底什么意思？第二个问题是讲，迄个时阵天使出现，同款有主的阳光对这个牧羊人出现显明，这对咱有啥物款的启示？咱真正需要上帝阳光不时，甲咱三个来伫地。第三项，圣诞节，特别咱拢伫庆祝，会使讲伫基督教会中间上大一个礼仪啦。咱看耶稣基督将做咱一个性命礼物，因为伊报好消息。总是咱唔知影讲，这个好消息也要转变到你我成做别人的好消息。那安尼讲的时阵，你的生命中间，互人看见什么款的好消息也无，非常趣味的一个重点。咱继续来看，头一个是看见主降生伫早年，这是个记号。耶稣降生的这个所在是伫一个非常互人看袂起、真无重要一个所在。这到底什么意思？伊是上帝的独生囝，伊用这种款式到伊家己所创造所在，这什么意思？卑微家己。伊选择上界无地位、无关系所在。想看觅若卡斯主耶稣降生所在是伫王宫，伫好个人中间出世的时阵，会变做什么款？若卡斯咱想象，我是一个送香人，我看见一个人开车，也是讲大所在非常奢华所在，咱自然地想讲送香人的心情是安怎？会闪嘛？离开嘛，敢不是呢？10几年前，我伫生活教会底下这个牧会时阵，看不只侪原住民，礼拜煞就安尼选，就对大门离开。我讲唔通啦，做伙来食饭啊！迄个时阵，逐礼拜拢有爱餐嘛，非常清楚呢。我爬当中间伫迄个所在，非常享受，逐礼拜拢有爱餐，头毛无呢。讲笑啦吼，伊拢安尼想讲，我问讲，你开离开？我讲歹因讲就因讲就歹势啦。我就想讲，是安怎会歹势？伊讲歹势意思讲，这个所在袂当诚做伊家己的家共款。伊看家己好亲像人客，真歹势。
伊敬拜上帝是伊甲上帝关系，总是伊甲别人关系无啥物关系，赶紧选啦。是安怎？无爱的人知影伊做啥物，伊生活安怎，伊一礼拜一个月赚偌济钱。我本身是原住民，非常清楚宋乡人的心底是安怎想的。那假使上帝会独生囝出世伫王宫的时阵，我甲你讲，无人通管我伊，非常困难。伊本身也真困难，代表这宋乡边的人来讲话啦。主上帝非常清楚，伊的确爱护独生囝出世伫这种非常卑微所在。耶稣出生的时阵，无真侪人知影。伊四位中间，敢若约瑟、伊的爸爸、伊的妈妈玛利亚，敢若遮几个各样的，甲几个博士啦。遮个人好亲像知影玛利亚你所生的婴仔，伊是甚物款的人，玛利亚本身毋知影，无清楚。总是用这种非常简单的方式到伫世间时阵，叫人一束啊，拢无要牺牲伊啦。所以这当排除人用外表来群体看待基督。的确，就要用非常心神甲辛苦人，才会当洞察看出主耶稣是谁。无简单啊！挑工甲将之，将家己暗合起来，这是主上帝互咱一种的启示。第二，主伫宝座内底，咱知影讲，伫拍卖会场。每一项作品会当卖到非常好价销，理由是安怎？是什么人是创造的人？或者讲，这个物啊，原来是属于什么款的人？比如讲是亨利八世，比如讲是甘乃迪总统，比如讲是什么人出名的人？我甲你讲，这物件拢非常有价值。同款的代志，做本身无第一，本身是必然。第一是什么人？捌倒伫遮，那卡输啦。考古学家即摆会当找到耶稣伊捌倒伫迄个宝座内面的时阵，你想要看嘛？即个座当卖到偌济钱？天价，感谢呢。几十年前的时阵，迄个三面天主教教会对伫意大利的 Francis 来的迄个神父。伊就甲我看一幅图，迄个幅图是原来是一块布包一个人。天主教讲，通过这个镭射的物体相机来看出 X 光时阵，好亲像耶稣的像，所以迄个块布变成非常出名。哇！有人想要买，无可能啦，变成做一个天主教一个宝。好好甲保存，到底是毋是还阁毋知？总是真侪来甲伊相信。迄个布变叫做非常出名。这个意思是啥物？既然所有人的本身变看家己，看家己是无愿意降服伫耶稣基督主权的下面。接受伊做咱的救主时阵，咱的身躯就变成做耶稣基督的座，伊要踮伫你的内底。咱做讲阿门。安尼你就变成做非常尊贵、有价值的人，这是非常重要的。第三，座本身是必然的，总是这个座本身吼，上帝爱使用啦。上帝爱使用伊，变成做非常贵重的器皿，所以咱每一个人拢是上帝所创造的器皿。当咱愿意互主使用的时阵，都随时备办。所以咱都要准备好势。玛利亚本身就是非常好的一个例，伊看见规个即个供养衫穿了垃圾，有臭味，还佫有即个天晒，还佫有天顶一个星。啊！这个光非常的光，
全部拢是为着宣告耶稣的囝是偌尼重要的。伊本身非常红影。这个时阵心散了后，马利咱当想象，不只是忝，困无好势，营养也无好。总是伊非常红影讲，即群各样的，啊，个这非常尊贵，读册非常高的，对远所在，千里迢迢。带着非常贵重的这个礼物来，然后拍败伫伊所生囝的下骹，啊，这什么意思啦？这什么意思？圣经讲，救主降生有一个记号，你用看见一个婴仔用布包倒伫槽里，这就是记号。婴仔什么意思？婴仔就是上帝的囝，道成肉体，表示讲伊是生出来。生出来有人的性情，会体靠，会巴肚枵，所以经过这青少年时期，伊拢知影咱人所生活的这种各种所拄到恶担当的代志，伊的名叫做以马内利，意思是讲上帝甲咱有三个弟弟，咱的主是有感情的流目屎，伊的忧愁，伊的烦恼。咱拢因为伊的关系，拢无惊吓，通到伫伊的宝座前，向伊来求讨，得到怜悯，受到伊的恩典。咱也因为伊会当到伫天父上帝迄边，咱拢因为伊的关系，要搁再孤单，拢因为伊的关系，咱通得到平安甲喜乐。降生另外一记号就是用布来包，这什么意思？这是送香啦。散车一个记号，世间人救主上帝囝，偌尼尊贵，总是用这种的方式看家己是送香，敢用布来包，啊，这个布本身检测有真侪这个细菌呢，总是伊为着什么？为着咱，为着你，为着咱这罪这个罪人啊，所以咱做伙来读这个经文。因为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有恁在咱的主耶稣基督恩，伊本好业，为着恁真侪送香。所以兄弟姊妹，咱有送香无？有当时阵真侪人看家己吼，不是安尼无够，已经真好业，拢看家己无的物件。特别看到别人有的时阵，开始就心中就想讲我无，愈来愈多啦，愈来愈多啦，哦，所以兄弟姊妹，那假使讲你有啥物无满意时阵，你就赶紧来回想耶稣基督伊出生的时阵，遐尼善良，咱已经真好业啦，爱满足。降生的另外一个记号是槽，槽是一个避震，这个槽本身是一个不加丁。佫不只冷，啊，佫有臭味的，总是上帝无气嫌。咱知影送香的人吼，所穿的衫，总穿的衫臭臭的，啊，恁感觉安怎？咱爱感激即款的人做朋友，三个斗阵无？咱无习惯，咱无习惯。总是咱做看一个经文，检查咱的供养。咱做来读，从人嘴里进去的东西不会使人不洁，从人嘴里出来的东西才会使人不洁净。不是对嘴入的话，互人误会，就是对嘴出的这个话，互人误会。这耶稣讲的。耶稣伫世间的时阵，伊所交往的朋友，拢是乞食，互人看袂起的边缘人，叫人去送的。伊的朋友拢是即款人，太过的。你看圣经中间，真少耶稣的朋友是真好业，读册真悬的。总是伊无嫌这的人，伊较注意是。一寡人外表非常清气，伊就讲出这款话，都要注意吼。
对人嘴入去的，没有人无清气，总是对人嘴中间出来的，迄互人无清气。昨晚我有主持一对少年的这个婚礼，伫正前有进行这个婚姻协谈。婚姻协谈中间，因两人拢是这个读册真悬的啦，高材生啊，所以拢注重这沟通啊。就讲牧师啊，要怎么样沟通？我就讲较早我咧因带这个要结婚。婚姻协谈时阵不知教伊要安怎来沟通啦，后来我即马无咧教沟通，因为我知影讲根本不是沟通的问题，根本不是沟通的问题，是心的问题。假使我的心底存有一个怨恨，我要安怎讲话啦？讲温柔的怨恨的话，会使无？讲一个真有礼貌、互人伤心的话，会使安尼无？比如讲，我演练一下，讲看给一个姊妹，讲姊妹，你今天穿的衣服很难看。对方会欢喜袂？我讲我讲温柔吗？总是有骂人无？我骂人啦，这有什么意思？心无改变，不是存有这种无满意、怨恨、怨妒，咱要安怎讲好水的话啦？所以耶稣讲的话真清楚，伊要降生伫咱的中间，咱每一个人身躯都变成做一个伊的座，咱准备好势无？有的人真做基督徒真久啊，总是毋捌清心将耶稣基督影子到伫的心底，伊影子到伫的身边啦。较重要的代志的时阵，家己做主，普通代志求上帝来引带。袂使安尼做，今仔日咱的主要来，毋通甲伊拒绝，影子到伫你心底，会使无？第二，主因光，充满伫各样人的四周围，咱生活中间我有一种真深的感觉，比如讲咱旅行啦看起非常水。这个风景、关山非常清气的这种的这个溪水感觉讲倒转到台湾时阵，哇，差了真多。也是讲看起非常水的这个建筑物，真有这个历史传统，这拢真好。我甲人讲，咱会当去看，无拄拄是目睭的这种看得到，检测也包括心底你所听见的真水的故事。会是讲见证，这拢会当提升咱生命这种的气质。甲咱讲，比如讲，31年前我甲无顺良结婚的时阵，迄日伊穿了非常水，当了这个琴弹起来时阵，伊对后壁来行起来，甲我徛做伙。伫迄个时间，咱两人做伙伫上帝面头前来适用。迄日我到即阵拢无法度袂记这。因为我的伴娘迄日昏倒去，我无法度袂记这。迄日讲道的牧师，我永远无法度袂记这。伊讲道有够久啊，热天呢，温度伫遐咧教会啊，毋是像就咱桃园教会遐大间的、细间的，伫咧山地的教会啊，讲道真久。洗哦，落长，当然昏倒啊。重要是昏倒迄个姊妹是我家己的堂妹，到即阵50几岁还未结婚，让我害啦。26年前伫病院中间，我护士抱一个细的婴仔，互我看，我亲身扶起来。看伊的手，看伊的规身躯，看伊的骹，这是我的囝。我一生中间无都袂记这，疼尔水。伊要继承我的性命甲气质，伊要成做我的产业，
心中喜乐，无法度形容。这个景象我拢无法度袂记得。我想伫咱每一个人拢有你家己非常水至性即种的想，放伫咱心底，无法度袂记得。总是这一切无法度甲黑暗各样人，因这个人所看见主的阳光所出现迄种的情形来比拟，无法度啦。伊个非常至性，对会当看见天一群的天兵伫遐讹了上帝。哇！咱要安怎形容啦？路加用这种方式挑战咱想象力，咱来讲起主事者徛起伫这各样的身躯边，甲因讲无你惊，我报恁一个好消息，互百姓拢有份的啦。然后讲，伫极关的所在，阳光归伫上帝，对这和平归伫以色欢喜人中间，迄暝诚做世间头一个圣诞节，有阳光照伫因身上，互各样非常感动是天使对因这个人报好消息。因无去到个西撒皇帝迄个所在报好消息，无到耶路撒冷迄个至高的大祭司迄个所在报消息，敢若对这个非常卑微各样人报消息，因为安怎？因单纯，因大拢无，因大拢无。卑微人，上帝要管我这个人。上帝阳光表示上帝显明的光彩。各样的人伫伯利恒城外山坡的所在，看见这个阳光。伫旧约时代，上帝阳光表示上帝甲伊的百姓三个地地的证明。咱伫出埃及记看见这个描述，讲起耶和华阳光停伫西奈山，有云彩伫迄个所在。6日第7日，上帝呼召摩西到伫山顶。后来，以色列百姓去这个耶路撒冷圣殿好的时阵，全百姓拢围立伫这个所在，要来奉献。迄个所在主阳光显明，有安尼描写讲，祭司对圣所出来时阵，有云充满耶和华的殿，直到祭司为着云的缘故，微微徛伫活塞。因为耶和华阳光充满伫迄个所在，所以主的阳光表示甲咱三个地地。颠倒边来讲，若假使主的阳光，敢会离开咱人呢？会啦，因为咱人的罪。特别伫这南北国混乱的时阵，这君王、这百姓拢离开上帝，去敬拜这偶像，垃圾上帝殿的时阵，侮辱伊的名。所以上帝通过先知以西结讲出了非常互人恐怖的话，或者是讲非常互人伤心的话。圣经写讲，耶和华阳光对城中就去，歇伫城外东西山，这什么意思？离开啦！上帝阳光离开是圣殿，圣殿变成做空空，所以伫离开时阵，巴比伦的军队随来，毁灭烧了规城。一个人若假使无上帝阳光，这个人的灵魂就无啊！这个人变成做死的人，虽然这个肉体是活的，总是已经是死的。咱已经对耶稣基督重新得到上帝的神。伫迄日，咱拍开咱家己心门的时阵，耶稣基督伊的神就踮伫咱中间，圣神徛咧，永远无要离开，除非你我拒绝，除非你我得罪上帝。咱做讲阿们。伫以西结圣经所描写迄个阳光离开上帝阳光的时阵，差不多600年中间，伊不再出现伫以色列百姓中间，直到圣诞节迄暝，主阳光重新倒转来。迄暝，伊要诚做道家肉体，踮伫咱中间，充满有恩典、有真理，这是写伫约翰福音内底。
主的荣光是非常有重要、真趣味的代志，咱都要知影。主的荣光秘诀，咱若踮伫即个中间时阵，会影响咱每一个人进入到一个改变。所以，咱毋忙一项代志，会当改变我上好是，你我进入到甲上帝、三个地地即个情形。我讲一个例，因为有当时人讲即个情况小可困难。牧师本身是台族，总是因为即个时间的关系，我必须要讲这河洛话。总是我的河洛话腔口啊，我不写转变。我看见这个牧师讲得真好的时阵，我挑工去学伊讲话的款式。比如讲，我的同学去年这个退休担任一牧师，伊伫我读册的时阵，阮做伙读册，伊教我要怎样来讲，所以伊是对台中来的，所以我迄个时阵有小可有台中的口味，然后受派到草屯教会一冬，为袂晓讲，到好大讲，为讲到15分钟，到伫25分钟，慢慢来，到即阵倒转到这个北部，即马小可有中立的腔口，即马到伫桃园，到桃园，互咱讨厌的口音出来。咱都要改变，所以咱都要看即个人，伊有伫什么所在进步时，咱较困惑，伊会检测影响你。所以信仰本身是对模仿开始，渐渐有你家己特殊的所在。我讲一个故事，雅各本身甲上帝有一个非常特殊的三度的经验。雅各这个名本身是欺骗者，真够甲咱讲白贼，对不？自细汉开始讲白贼。有一天暗时，雅各拄着使者，另外圣经就写讲，就拄着上帝本身啦，因人在咧相拍。敢毋知影讲雅各这个人非常勇壮啦，险险在输哦这个天赛，都用手帮伊的骹头，所以变成了摆骹。对迄暝开始，雅各就不过再叫做雅各，伊名号做以色列。以色列意思是讲，我面对面，我亲目睭看见上帝，总是我的性命通得到保全。也对迄个时阵开始，雅各性命开始改变。简单来讲，咱要当时改变我的性命，除非你常常甲上帝相见面。相见面什么意思？我坚持我的意见。上帝为伊有家己意见，总是我受伊感动，我改变我家己意见。我本来无要奉献，总是为着主的上帝个缘故，我愿意来放弃。咱一回一回一回改变咱家己个性，变成做以色列。原来咱拢有雅各个性，所以踮伫咱中间的是上帝荣光，才会当改变。第二种荣光改变方式是渐渐来改进的，毋是一时啊。所以咱毋通误解讲上帝，你有听见我的祈祷吼？对，上帝会应允咱的祈祷，总是上帝应允你的祈祷，毋是咱信仰的目的。咱的目的是爱信息，生命完全信息。你看先知亚利米。伊的祈祷，上帝敢有甲伊成全？无啦，伊是流目屎先知。你看耶稣敢有成功？挂伫十字架，这叫做成功嘛？是啊，对上帝个意思，对上帝讲来讲，伊是顺服的一个非常水的见证。所以咱唔敢，咱唔敢。咱有家己的意思，知无？咱军队耶稣，咱有家己的意思，咱有家己教会观，咱有服侍观，袂用节，袂使安尼节。咱伫甲上帝三度中间，咱的观点渐渐改变。
咱开始主动地变成做上帝款式，愈来愈阳光。头开始时好像就一个糖同款，变渐渐改变，有一日变成做一个非常水乌贴。你的生命变成做芳、佮水、佮有快乐。咱不是伫即个见证中间，不是伫讲道中间，伫礼拜中间听人见证，去探访，去逐所在访问时阵，每一个非常水的即个营养的写一故事。拢冲入到你我的心底中间，这就是信仰的内涵。咱想象上帝不是用特用的方式要来改变你，要甲咱变成做非常好军队上帝的门徒啦。所以咱想象看卖，各样的对迄面开始，伊要怎样继续伊的生命，伊要怎样看这个故事来影响伊一生中间。伊本来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非常一个淳朴的一个个样的，但是所想的啊，有互这个，有互人偷走无？哦，有受到这野兽来欺负无？有受伤无？因为因要顾主人，因为都爱重心啦。因食安怎？因生活安怎？无啥物注意。但忽然间，因看见非常水、非常灿烂的这种的情形的时阵，伊规人拢非常戆哑，然后天使对因讲话，伊咧想讲：我是谁啊？你对我讲话是什么意思？你可以看我遐起，所以因改变啊！我相信因教导因遮的各样的，拢不断讲起这个故事，对因子孙的讲。总是伊讲什么代志才重要。因检在讲，对伊一开始，因看家己无共款啊，看佢无共款。当然是共款是伫即个草坡工过即个别人样，总是因的想法、心情都无共款。因看家己的地位提高啊，因为因受天使来尊贵。因看原来上帝无离开因祝福，非常近，随时都在看。非常知影伊的生活，所以各样的，伊往过了非常艰苦日子，同款是食非常简单的物件，同款是过了非常简单的生活，总是一切意义不同款啦。因为深知影，因有一个非常伟大、互因真放心的上帝伫伊的边啊，然后伊有足侪兄弟，伊的名叫做天使，甲照顾。安怎？非常好嘛，对无？咱的信心都爱安尼啊，咱的信心都爱安尼啦。都好亲像看家己是好野的，吼，钱大部拢存伫这个银行，落底敢若一个200多块，无要紧啊。这个时阵我非常简单，无啥物钱，钱拢伫遐。同款的信仰代志，同款。我离开上帝这么近，伊拢清知影我所拄到恶担当的代志，所以咱袂忧愁啦，袂为着这个邻舍世界，当时伫遐烦恼。兄弟姊妹，这甲咱讲一个事实，咱确信伫信的人心就有永远毋忘，上帝永远地照顾咱。做讲阿门。伊不过是无互咱的肉体目睭看到天顶的天君啦。都亲像旧约中间，以利沙先知，伊报一遍，对上帝基督讲：开伊的目睭，开伊心底目睭，因为伊非常惊吓，亚兰军队四围着这个山的边啊，伊要死啊！所以以利沙先知就对上帝讲：主上帝，你若怜悯啊，开我的路卜的目睭，互伊放心啦。果然吼。上帝就开伊的目睭，伊就看见哇，天顶的这个天兵天马、战马遐多，果然这亚兰军队，敢若围伫四边，总是无法度超过迄个所在。上帝甲咱保护，好亲像上帝保护这个肺炎，到即阵无真大影响来台湾啦。咱大声讲，感谢上帝。所以咱提高咱的眼光，用上帝眼光看家己，
然后用上帝眼光来看别人，莫一时用家己眼光来看别人，批评别人。安尼你愈来愈进步，好上帝应该改变你我。落尾爱讲一样代志。伫咧圣诞节中间，咱不是讲起讲耶稣基督诚做一个好消息。什么是好消息？对耶稣基督本身，对主来讲，伊本身就是报好消息。啊，这个好消息，伫前几百年前，已经伫通过先知以赛亚讲了。伊就是为着这个使命出现呢，为着这个好消息显明伫这世间啊，伊就讲，主的灵伫我心中有伊应由我，叫我去传好消息，我送向人，找我甲受了的人讲，因要得到头棒，市民会讲，因为得到国光来头棒受压制的人，什么个人是送向的人？什么人是送向的？咱伫台湾中间，咱即马都真少看见真正送向人啦。哦，其实圣经中毋是讲去啉食大这个问题，是心底问题。有的人真好业，总是真送向，散车到甲他存钱，无朋友。亲像撒该共款，真好业，真孤单。所以耶稣必看咱欠缺是爱、平安、公义、甲圣气。所以耶稣爱敲出这款人。我伫遮爱劝勉咱同教所兄弟姊妹，当咱伫讲传福音的时阵，咱是讲真的啊。你唔通将这个传闻变成做你的心底一种话的口号共款，所以你开始爱存这个祈祷，头前主上帝，我新的一年中间，我要为着5个人祈祷，我要甲关心头一步哈，安尼有听无？第二，求主互我灵敏心看出因需要什么。检查这个人朋友真好业，总是心底有困难，夫妇感情、囝儿感情，什么代志拢可能啊，总是信心甲咱因带。第三，主上帝，因带我有气力，诚做迄人会帮赞，有气力，诚做迄人帮赞。检查是钱，检查是陪伴，检查是其他的关系，咱记得。因为每一人所去做这种的观念无共款，就是求上帝，互迄人对我产生信赖。因为我回去讲牧师啊，我列出这名吼，甲邀请伊无来，我继续来邀请时，我就变诚做歹势了，互伊有这种真大压力，我就心底上主上帝，求你因带我要怎样来。启示这项代志，后来我即马愈来愈清楚啊！咱传福音不是为着成绩，我传福音跟你信不信没有绝对的关系。这项代志交太好信心，总是我甲你去做这个关系，的确爱，因为我一生中间拢唔捌合这个未信者去做关系，这袂使啊！这说得通吗？我唔捌甲未信者建立关系，这我要怎样来传福音啊？这是咱基督教最大问题。最大问题，咱无有这个未信者做你我的朋友，所以报道会拢是已经信主的人，来信主的人拢是因啊家己来啦，因甘愿啦。所以4个步骤，4个步骤。4步放伫咱心底，安尼去做啊。第一，找人；第二，了解对方需要；第三，互我有气力满足伊需要；第四，互对方对我信赖，袂因为伊无来失去了这个关系。安尼，咱慢慢伫这个友情中间、交陪中间。
咱慢慢起造这种信仰团体的默契，互伊来欣赏。哦，你这个朋友真好。当阮拄着这款代志，你袂亲像阮安尼讲话，你无这种反应，反正你是笑眯眯。你甲我讲，到底是什么原因？请你甲我讲。所以你的见证就出来啊，对不？所以见证都要随时准备哈。这个见证唔通讲30年以前你怎样来信主的见证，唔是这个见证。我所讲的见证是新的见证。咱再讲一遍，新的见证。啊，你安尼没有进步，再讲一遍，爱讲新的见证。咱再讲阿门。新的见证是每一日拢有新的，咱来对上帝讲，主你的恩光对我来显明，亲像你对供养显明同款，改变你的一生。我伫中间，互你知影讲，送向是啥物人，敏感的愈来愈明显出来。我相信信心的做工，咱做大声讲阿门。什么人是受掠的？什么人受掠？两军伫咧作战的时阵。受拍败迄方当然是受掠，因就开始无自由，敢是安尼？我甲人讲，自由毋是讲想要做啥物就要做啥物，你若做毋对时阵，你变成做真害啊！迄个苦难吼变成做你会脱开。自由是想要做对的代志，你做会到；想要拒绝歹的代志，你也做会到。那假使我无法度要去做。你无爱做的代志，安尼我就陷落伫无自由中间。虽然我是活伫自由的外口，总是我的心底受无自由来限制，这就受魔鬼来压制。爱求上帝，求耶稣来讨帮。什么人是青梅？真理看袂到，无真理，读四季拢藏伫你内面。都得到原来迄个夫妇因正经。所讲的这个婚姻协谈中间，要来讲去沟通，唔是沟通这个技巧问题啦，是恁两人伫想什么？坚持家己意见是对，安就歹啊，安就歹啊。咱做大丈夫哦，做丈夫都要伫厝内底爱学习牧师同款，叔叔阿爷，伫厝内底唔通讲道理。哦，我要比你爱我。更深，我要比你牺牲更多，安尼你就赢，安尼有听清楚无？真正是安尼。咱学习，咱两人学习对耶稣基督学习的谦卑、劳碌、牺牲的态度，咱用伫这个夫妇、这个家庭就幸福，家庭就幸福、喜乐、快乐、平安，社会就喜乐、平安、快乐。这个国家就喜乐、平安、快乐。那假使这个家庭本身无法度得到这款的成果的时阵，咱不时借着真侪魔鬼走伫这个社会中间，走伫这个国家中间，走伫这世界中间，大项物件拢爱抢，这魔鬼心态。耶稣甲咱讲的好消息，伊本身就是好消息。伊宣告讲，这个以赛亚先知这个话中间，伊无离开，伊也无解说，这个什么意思？伊用这个话中间，伊本身活了33年半，然后伊传互伊学生讲：恁若跟对我相款，安尼活，安得着。所以，咱做伙来读，无所爱大家咱做伙读的一段话，好不好？请，我乐意主动的。成为别人的好朋友，我乐意为别人做点什么，让他们得到帮助，并且可以感受从我身上发出的爱。我乐意引导人走在上帝赐福的道路上。我愿意主动将做别人好朋友，我愿意为着别人做一寡物件，互伊通得到帮助。我通并且会当感受到对我心中所发出的疼。我愿意引带人行伫上帝赐福的道路，咱做来祈祷。陪阮的上帝，愿将这个意愿放伫阮的祈祷，愿你引带桃园教会，愿你引带所有的兄弟姊妹，互因真正是将这个好消息
藏伫心底，活伫咱因所有人生活中间，互别人拢会当看见。愿咱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咱三甲来吟诗59首。是啥英离安然咧困？请起立吟全首。会众请坐，就任席请陈牧师主持。到这个时阵，咱教会要来举行新的年度，对着新选到的这长老、执事，还佫有团契会长啊，这三项来进行就任。咱台先来请两位长老到头前来。余志平、林章洲长老。这条小会奉上为替上帝名组织，要设立余志平、林章洲两个人做教会长老。伫旧约时代有长老、祭司甲利未人三角同工来管理圣殿甲会堂。伫新约时代也设立智慧长老甲奉事上帝话的牧师三角管顾伊个教会。咱知影长老职务是要甲牧师治理教会、访问、身躯欠安。
鼓励冷淡的，教育少年的，引带求道的，造就信徒信仰。恁两人也要做信徒的模样，那受交代，通代表同会参加中会甲总会多部教会的代志。这个时阵，请听上帝话记载伫提摩太前书第3章第1节到第7节。咱若心生监督的职，伊是益着好的工。这句话是真实，所以做监督的应该着无通嫌，做一个负责人的丈夫，嘛毋通好酒，着守己端正，好款待出外人熬家时，无因为酒起事，无拍人，着温柔，无三钱，无贪财。熬整齐家己的家，用端庄，互囝儿顺服。因为人若未晓得整齐家己的家，袂怎样照顾上帝教会啊？拄我入教的，毋通互伊做监督，惊了家己偏旁，来陷入伫魔鬼所受审判。搁伫教会外面，就有好的名声。惊了拄着人的软骂，陷入魔鬼的活斗。到这个时阵，恁的人要来誓约，就要听牧师所问的问题，用恁家己的非常坚持的态度来回应。头前，恁担要领受长老的职务，恁有确信这是上帝调命啊无？恁有接受圣约甲旧约的圣经是上帝的话，做恁圣约甲职责唯一的根据啊无？恁有接纳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所承认的使徒圣经、尼西亚圣经以及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信仰个别啊无？恁欢喜做同教会的长老，是着重视尽职服侍上帝教会。尊奉基督做教会的头，协助牧师治理教会来荣光上帝。恁有诚实遵这个意思来行啊无？长老教会是起造伫上帝的话，恁肯降服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宪法甲规则啊无？多谢。但这个时阵是咱会众来誓约，请会友起立。恁大人已经竞选于志平甲林章洲两人做恁的长老，恁有诚实欢喜接纳因啊无？因要照法度治理教会，恁就欢喜承受来顺叹。恁要安尼行啊无？恁就敬听因，体贴因，常常替因来祈祷。因也为着恁的信仰生活着磨，爱恁得着救，恁着帮助伊，互因较会晓尽长老本分。恁要安尼行啊无？关系保持教会处事，彼此若有失错，应当报知，互小会来说法，毋通四界报扬，致到妨害大局。恁要安尼行啊无？咱做伙来祈祷，主我的上帝，我感谢你，伫逐时代你有拣选，无论是牧师，或者是长老，来管理上帝你所起造的教会。教会代表主上帝耶稣基督你的身躯，伫这个地上真做真好的见证。所以你要拄呼召人来真做长老甲牧师做伙来治理教会。今仔日于志平长老、林章洲长老两人受选，总是虽然是通过人的选举，但阮相信主信心你的选调，你的竞选，你也将因两人过去中间伫教会中间因所生活出来真好的信仰的脚迹，真做正人所欣赏的对象。所以
你也将这个心放伫会友中间。但这个时阵，伊要开始要伫后来这几年中间，甲其他的长老协助牧师做伙来协这个治理教会，求你赏赐你的智慧，助你的阳光不时点伫因中间，互因不时的改变，愈来愈亲像你共款。主啊，互因教业谦卑顺坦的心。愿安尼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宣告。当我即时奉耶稣基督的名，以及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桃园教会小会官兵设立，恁两人于志平、林长洲做桃园教会长老来协助牧师，所通知互这的信徒知，这份是照规矩来交代恁。当圣神设立恁做长老，要照顾上帝教会羊群，时时来监督因，毋通出伫勉强，是着存欢喜的意思，着爱做羊群好模样，就是大牧者显现的时，恁的人要得到未败坏阳光的冕旒。阿门。会众请坐，这个时阵请咱现任长老来握手来接纳。当煞接要来举行结束的就任，要来请穆桂英、甲萧素娥、刘廷贵、邓亚忠，甲这个黄慈辉徛伫顶头前。这时，小会要奉白囝圣神的名，要来组织设立穆桂英、萧素娥、邓亚忠、黄慈辉恁四人做教会执事。教会起初时阵有设立7人来办理教会事务，咱也经人来协助教会甲长老，互因专心侍奉上帝话甲圣礼典。来听上帝话记载伫提摩太前书第3章第8节到第13节。安尼做执事的也着端庄，无两款话，无爱啉多酒，无贪不义的钱，着存清气的良心，固守信道奥妙。亲像这好人，着大声试验伊。若无通嫌，则通互因做执事。安尼，负责人也着端庄，无诽谤，无好酒，凡事忠信。执事着做一个负责人的丈夫，熬整做因的囝儿甲家己的家，因为熬做执事的，家己得到好的地位，搁伫基督耶稣的道理中间有大的好胆。但这个时阵爱誓约，恁世人着爱非常坚定回答牧师所问的问题。头一项，恁
今仔日要领受职事的职务，恁有确信这是上帝调命啊无？恁愿意做同教会职事，就爱忠实尽职，协助牧师甲长老来归荣光上帝利益伊的教会，恁要不要安尼行啊无？教会头是耶稣基督，伫教会中间独独伊做主，既然有关系教会事务，就我靠伊来设法，恁要不要安尼行啊无？恁肯降服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宪法甲规则啊无？这个时阵要请所有会友来誓约，请咱会友起来，站起来。恁已经竞选穆桂英、萧素娥、邓亚忠、黄慈辉来做恁的职事，恁有信心欢喜接纳因啊无？因替恁办理教会的代志，恁就敬重伊、听从伊，常常替因来祈祷。恁要不要安尼行啊无？关系保持教会处事，彼此若失做，就应当通知互小会来说法，唔通四界报扬、递告、妨害教会大局。恁要不要安尼行啊无？宣告，但要奉耶稣基督的名，以及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台湾教会小会官并设立恁穆桂英、萧素娥、邓亚忠、黄慈辉做台湾教会党会的职事，煞通知政会有知，这个职分是照规矩交代恁。但恁受设立做职事，协助牧师甲长老，就要存清洁良心，办理教会事务，互上帝名得到荣光。做伙讲阿门。咱做来祈祷，被上帝引带，今仔日伫你头前设有这四个新的职事，互因对天顶领受主上帝你的智慧，给你的信心不是清气的心。但是中间甲你直接中间，领受对顶面来芳芳的坐，互因清气，互因非常欣赏，真做主上帝伫教会中间设立职事，熬做代志，总是因的本身的信仰，也得到众会友的尊重。求主了引带因的家庭，互因的家庭是幸福的，互因的夫妇中间是彼此相听、彼此帮赞。互因囝儿中间伫学校还是伫外面，拢有好名声。互因知影要怎样管理，互因伫教会中间得到正人的军队。愿咱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会场请坐，来请所有这个小会同工到头前来握手接纳。咱也有一个哈，咱这时阵要来举行
各团契会长的这个就任：上年团契吴传兴，副团契林章洲，妇女团契伊丽芳，社青团契黄慈辉，德性者团契陈素妍，信歌队队长陈维明，敬拜团黄真伟，桌球社社长是彭胜峰，请咱伫头前。请来听一句圣经的话，写伫哥林多前书15章58节。所以，我所听的兄弟啊，恁着坚固，无摇错，常常尽力伫主的工，因为知恁着着磨伫主的，毋是空空。所以，咱才会当工要来接受会长，请咱非常认真来回答这个问题。头前，吴传新，你要接受上年团契会长；林章洲，你要接受妇团契会长；伊丽芳，你要接受妇女团契会长；黄辉慈要接受社青团契会长；陈顺要接受德性者团契会长；陈伟明要接受信歌队队长。王真伟要接受敬拜团团长，彭胜波要请做桌球社社长。恁要领受这个职，恁有确信这个是上帝调兵啊无？恁要领受这个职，恁着挖靠教会头耶稣基督，独独遵伊做主，来尽恁的职务。恁要要安尼行啊无？咱做来祈祷。爸，阮的上帝，伫教会中间，阮有设立逐项无共款的团契，或者是敬拜团、圣歌队、足球社、得胜者团契，目的是要通过这团契，要来共我更较侪这未信者。这团契本身的功能，毋那是为着咱家己正做一个社团尔，团详细要正做一个传福音的器具。愿主上帝。互你的这个同工充满主上帝你的眼光、你的敏感度、你的感情、你的听，来通过这个团契来鼓励所有的兄弟姊妹，拢会当参与伫内底，相信讲每一个人拢是主耶稣你家己的门徒，拢通成做一个吸引，发出芳芳的祭，互这个人、这个朋友欣赏。cùng我主上帝你的教会，求你因带，互因得到我中间，得到主上帝你快乐，因伫团契中间得到这个人的尊敬，效法因所设法的这个计划，这个计划中间拢通得到主上帝你的荣光。愿安尼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宣告，请会友起立。当我奉基耶稣基督名，以及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桃园教会社会官兵，设立吴传新做上年团契会长，林章洲做副团契会长，伊丽芳做妇女团契会长，黄慈辉做社青团契会长，陈素媛做德行者团契的会长，陈伟明做信歌队队长，王真慧正做敬拜团团长，彭胜峰正做足球社社长，着谨慎恁本身的行为，以及恁所做的，常常关心伫这事，尽力做伫主的工来归荣光上帝。阿门。会友请坐，咱来请小会同工到头前来握手来接纳。
这个时阵要来吟圣诗，要来准备领受圣餐。咱来吟圣诗355首，吼，咱一个吟无要紧，咱一个吟无要紧。请长老来准备一下吼。但愿主这个主基督全心来听伊的话，常愿明白主的临在，记得真明的开会，伊都信敬信仰我的，尽我心来最无妨。高愿通过一生献下，听的心里大会团，将愿礼拜的根。求你使我虔心，予你赦免无我他，我愿看见主你真相，为我天上的世间，主你清心，总愿邀请。其他人客来分享，听在心里热情欢喜，想看天世要相拥，直到骄傲无个捆绑，破坏人类的和平。当我甲你一世情动，我的我伫主耶稣基督名，欢迎今仔属伫伊的教会陪餐者来参加遵守主的圣餐。所亲爱兄弟姊妹，请听主耶稣对今仔规伫伊的人所讲恩典的话。主讲：我就是活命饼，就近我的人决断袂枵，信我的人永远袂喙干，就近我的人我决断无要去杀伊。愿主耶稣基督恩典，甲咱所有人三个伫地，才咱对这个饼仔讲，嘛愿主耶稣恩典甲你伫地。所听兄弟姊妹，才咱注意听主所设立圣餐的话，就是写伫哥林多前书11章23到26节。因为我对主受也捌传互恁的，就是主耶稣互人袂迄暝有摕饼祝谢，来擘饼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来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食了后，也捧杯安尼讲，这个杯就是新约，伫我的会所设立的。今仔恁的时，着行安尼来纪念我，因为恁特别食这个饼、啉这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我想今仔日是非常好的时间，伫煞尾一个主日，我邀请大家伫领受圣餐进前，每一个人拢对上帝来做一个非常诚恳的祈祷、反悔祈祷、求主怜悯的祈祷，通领受上帝圣餐。咱做伙来祈祷。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我的上帝，我感谢你，在这年中间，虽然疫情的关系，大大影响我的生活，我的礼拜，总是你保护台湾。我感谢你，予阮有真好的政府，也有真水的百姓。2018外万这的百姓中间，拢非常关心阮所徛起的所在。阮也为着阮家己检查真侪代志，无做了真好势，无去做你爱阮去做的代志，偏偏去做了你不爱阮去做的代志。主啊，求你赦免。我咧恳求主上帝，当阮要来领受这个圣餐的时阵，求你先来清洁阮的心，圣别阮，互阮有这个资格到家来领受这个道。也求主来圣别这的摆伫你面头前的饼甲菠萝汁，互阮接受这的是对神有份伫你的身躯甲保护。这物件要成做阮属灵的比量，通互阮成长伫你的稳定中间，会当用光主你的性命。我来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名，阿门。主耶稣特别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来拍破的。伊有讲，这是我的身躯，今若要军队我的人，都要照的款式，将你家己的身躯来拍破，学习耶稣怎样为你我来牺牲，真对了。实虽然中间有人也未领水礼，请你唔通摕，摕到人请听候，灭倒听候。因为你的慈爱比生命较好，所以我的嘴唇要学到你。我要一世人学到你，要举手求叫你的名，我的心心会满足，亲像享受伫丰盛的宴席。我要用欢喜的嘴唇唱歌学到你的名。什么款的人会当上上帝山？什么款的人会当入伊的圣殿啊？就是手清气、心纯洁、无拜偶像、无凊彩咒詛的人。这款人会受上主祝福。上帝要拯救伊，宣判伊无罪。这款人超找上主，到雅各上帝面头前来条件伊。摕去食，这是耶稣的身躯，为着你我来拍破的。恁逐遍行食的时阵，就行安尼来孝念伊。
主讲这是我身躯，为着咱来拍破的，咱就今日来效纳伊，请咱三甲来领受。食了后，主要所旁杯讲，这个杯是新约，伫我的会所设立的。今日啉的时阵，就行呢来效量我。上帝啊，你是我的上帝，我迫切超找你，亲像对空旱无水，我身心脆干，靠无你，我的肉体幸无你到要分去，所以我伫圣所超找你，爱看你的关联，甲看你的眼光。所以主啊，当我求救你的时阵，求你赶紧来帮助我；当我求救你的时，求你按耳孔听我的声。愿我祈祷亲像香共款，请到你面前。愿我举起我的双手，亲像下午时的祭司，受你来接纳。上帝啊，求你为我创造纯洁的心，求你使我心搁忠实的心灵。愿对上帝囝听到，现在传给恁的信息是安尼：上帝是光，伫伊完全无黑暗。主讲，这个杯是新约，伫我的会所设立的。今日恁的时，就今日来效量我，请咱三甲来领受。恁逐摆食这个饼，啉这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愿主耶稣基督平安。甲恁三个弟弟，咱做伙来感谢祈祷。阮全心感谢无所不能的上帝，因为对你极大疼，通互阮领受你的圣餐。
做培养阮灵魂真活的食物，搁互阮通明白，你真正是欢喜阮、疼惜阮，也深知阮真正是圣经奥妙身躯一体，是受到祝福重视的信徒，也要成做你永远国的后裔。阮的主上帝，阮谦卑恳求你，当阮搁一遍献家己，互你的时阵，成做活活的祭，求你欢喜接纳，煞用慈悲来帮助阮，互阮通继续保持这个亲切沟通，对生活、对他以后通荣光主你的名。愿安尼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请咱继续来吟355首的第3集就好，吟诗集就好。355首第3集。慈悲心心常愿要请，以他当客的分享，遐的心里热情热气，受看天世世通通，一个骄傲无个激动，破坏人类的和平。当往家里替赛心多，欢喜奉献，请陈树元执事、赖建义执事。会众请起立。我
报告以前，咱来读今仔日的经过。耶和华是我的光，是我的拯救，我要惊是谁？耶和华是我活命的气力，我要惊是谁？诗篇27章第1节，请。耶和华是我的光，是我的拯救，我要惊是谁？耶和华是我活命的力量，气力要惊是谁？诗篇27章第1节。耶和华是我的光，是我的拯救，我要惊是谁？耶和华是我活命的气力，我要惊是谁？诗篇27篇第1节。好，咱来看澳洲服侍人员，请咱家己来看。教育的课程、周间的聚会，甲教会小组的聚会。现过来，咱看第4奉献的明细，然后顶大请向咱中集来反映消息报告。本周日第1场、第2场礼拜举行圣礼典圣餐食，请。第2，咱今仔日已经举行今年明年的中集团契首长的就任式。中午、中昼12点701会室来召开小会，新旧任的小会来参会，会后煞开明年度1月份的定期的中集会，新旧任的中集来出席参加。后主日1月3号，这月的中长老是单组长执事黄慈辉、林家和。1月4号暗时8点来召开教育部线顶线上的会议，请部员来参加。社会消息。教会防疫的新生活秋冬防疫专案的规范，咱请咱会友家己来看。教会消息，咱本会伫1月10号、31号、3月7号特别邀请吴牧师来到本会来正道会后，来提供便当伫4楼来用餐。12点开始来举办信徒培灵造就的特会。咱邀请咱所有兄弟姊妹来热情来参加，共同来造就。1月3号礼拜煞了，伫755教室来单做长老来上信用振兴课程教会论，来备有便当咱若要讲义，伫6楼办公室来客，专程来戴口罩。结算年度的结束，伫今仔日中午12点要结束来回收准备来回收明年度的合会手册的报告，请各部的报告各机构单位报告1月3号来交伫咧办公室。1月1到明年1月到3月新安宫已经到啊，咱家己来看。教会乐龄的关怀据点，咱请咱家己来看。这是后个月1月份庆生会的名单，到1月2号来举行来举办。来段度来补充报告。大家平安。今仔日阮真欢喜请到咱的陈牧师来替阮同教会来主持今仔日的圣礼典，规个礼拜的过程。即摆咱用拍谱来感谢陈牧师。好，以上报告。上营389首。阿拉上帝至权至尊，会众请起立。愿主耶稣基督恩典、
天父上帝听从，甲圣神的感动，甲咱正大家三个对地，对这事，甲你永世代无煞。阿门。别倒。平安礼，请咱向四位的人，耶稣听你，愿你平安。